欢迎收听4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伯记31章，感受极限时就来祷告吧。此时此刻的你感受到生命的极限吗？是觉得哪一方面遇到了那个好像突破不了的挑战或是障碍呢？这个时候就来祷告吧。在我们今天读的约伯记其实是一出连续剧，而且这个主角不是别人，就是约伯。他讲到他自己在这个跟朋友对话之后，自己好像做结辩一样，就是做最后的结论。他回顾过往，然后说到现今，然后说到他自己内心真实的境况。29章讲到他心仍然期待那个过去的美好会再发生，他希望他还有机会像过去一样，他可以继续来做当时那些美善的事。因为到30章我们就知道，因为他现在真的是苦不堪言啊，甚至连他觉得那些不公义的人的儿女竟然都在嘲笑他，真的是惨到不能再惨。然而他心里面好像，如果讲到这里好像就停下来，并没有约伯继续讲下去他讲到自己的无辜31章的时候，他继续讲到上帝给我们定下的命运是什么，全能者怎样报答人的行为呢？在一般人理解当中，他们很多人认为31章其实是在对以利法提出的一些要点，提出的一些指控来回应。可是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只是对这些想法指控的回应，而是提到了人认识上帝公义其实也是有极限的。上帝的公义在人理解的时候，好像因为这我们能够理解，所以上帝的公义在。但是其实有许多的事我们不能理解，那我们可能也不太明白，甚至不知道上帝的公义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仍然在呢？有一位公会的主席，他在耶路撒冷市郊散步的时候，公会是指犹太公会，他看见一个人呢，逃命般的就这样从他眼前飞奔而过，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个人一直追着他，而且手上就拿着一把大刀。结果两个人呢跑进山洞里面，就听到里面发出尖叫声。最后在后面的追的人走了出来，而且那把刀还滴着血。这位公会主席眼睁睁的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拿着刀，刀上滴着血，原来追着别人的那个人，他看着这位主席就说，你可能以为我在里面做可怕的事太可惜了。所有证据呢都是环境证据，你并没有看见我做了什么。就算你看见我做了什么，你都只是单一证人。无论你多么可靠跟受人尊敬，要判死刑总要2个证人。那人轻蔑的撇嘴，拿着刀就离开了。不过就在他还没有走出第3步，就被地上突然出现的一只毒蛇咬死了。这个故事是塔木德，也就是犹太经典里面的一个有关著名先哲的故事。他在表达圣经中的律法跟圣经时代之后的法律，其实都有一项前提，就是上帝支持公义。对那些妄称他的名，以他的名起假誓，甚至掩饰自己犯错的人，在犹太律法认为上帝是绝不客气的。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其实约伯记里的约伯他并不是犹太人，约伯记是
很早很早就已经写成的书卷，它蕴含的智慧真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约伯记不是用讲的，真的是要去经历，要去体会，要去投入生命来经验的时候，那在那里面的智慧跟上帝连结才真的能够明白。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人所能明白上帝的公义只在自己能够理解的范围，那个超过自己极限的部分，上帝的公义在不在呢？我相信是在的。上帝的公义一定超越人的想象，人没有办法跟上帝一样，这就是我们根本上的差异。所以在今天，当约伯他在分享自己的无辜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要小心，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被激励的部分。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会不会其实最后也落入了像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好像他的朋友一直用这个因果论，用这个公义眼前的公义现世报，或者是这种赏善罚恶的这个状态一直在告诉约伯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会不会我最后也只是在核对我有没有合乎真理，而忘记了上帝超越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我觉得约伯在这里，有人说31章在回应这个22章以利法在挑战他在说恶人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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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约伯好像在31章是跳进去回答他说因为你讲这些，那我要回答你，我敢发誓，我从来没有，我连看那些漂亮的女生我都没有对他们起这些坏的念头我连怎样怎样怎样，他好像在一一去证明。有的学者是这样讲的，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可能的从世界牧师的观点来看，其实这在表达了当人努力用人的方式，我们也是去寻求神，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我的本分了，我最多也就说到这里而已。今天约伯记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好像该讲的都讲完了，他们对世上认识的智慧真理赏善罚恶，或者是那奥秘的经验也都讲完了。但是约伯受害在苦难当中的原因已经讲到这里，还是没有出现。所以其实让我们来思想信仰的时候，真的信仰就好像神学家说的是一个跳跃，它不是跨越，好像不是一步一步，是相信的时候突然就被带到一个高度，那中间的空，那中间的那个差距我们也没办法理解，我怎么到这里的，就是上帝的带领，好像刚刚那个塔木德里的故事一样。对啊，没错，他没有办法证明，因为他没有在那山洞里面，他不知道山洞里面发生什么事，可能根据当时的犹太律法或是当时的民间律法，可能要2个证人才能说这个人可能是嫌疑犯。然而实际里面发生什么事，真的我们在外面的人不知道，就算我看了，我只能把这个环境证据连起来，但不一定是事实，可能是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解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跟解读也不完全。然而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眼见为凭所以圣经才说，当上帝去拣选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就对撒母耳讲了一句话说，上帝不是看人的外表，而是看人的内心。他启示撒母耳，让他发现出于上帝的拣选，不只是看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看那我们看不到的。所以今天PG 祷告的经文，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鼓励的话。我刚刚说一个小心，一个鼓励嘛，就是以弗所书2章8节所说的，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的，
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这段话其实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被上帝拣选，他经历救恩，他走上这恩典的道路，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好到上帝必须要拣选你，而是上帝的恩赐。因为他爱这个世界，他爱世界上他所创造的一切，他的心意是要叫人人都得救。而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现在再怎么样努力，再怎么样愿意，再怎么爱，我们都很有限制。可能是年纪上，这生死上的限制，活个100年差不多了，没有办法陪到永远。然而我们的神却是能带领我们到永远，并且应许赏赐给信他的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今天感受到自己极限的时候，我好像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好像该尽的责任都尽完了，那我们就来祷告吧。我们来交托这位带领我们能够经历得胜，能够经历安稳自在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实的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那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这恩典我们有时候很难明白，如同你的公义，我们也很难完全明白，因为我们就是人，我们就是有限制的人，我们就是真的需要与主来连结，能够扩张视野，能够看见更高的高度，能够来经历在你里面那属于奥秘的智慧的人。主啊，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如同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约伯记，你给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呢？主啊，你如何回应我们所做的呢？主，我们相信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啊，你都察看我们，你鉴察我们的一举一动，你更是在这些我们的限制当中帮助我们来突破的上帝。恳求主你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尽力，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恩典，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也唯有你是公义的答案。恳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论是在高处在低处，我们仍然坚定要来信靠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此时此刻感到极限吗？那就用祷告来开始一天，就用迦南之声来再次思考上帝的作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要带领你进入那更高之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